第21課，看看基督徒如何干犯第一誡。根據彌賽亞的教訓，第一誡是最大的誡命。不幸的是，大多數基督徒干犯了這誡命中的兩項誡律，即是神的名字和神的臉面兩項誡律。現在先讓我們一起深入探究基督徒是如何干犯了神的名字。在我們繼續之前，我想提醒大家必須要記住，希伯來語神的名字是應該稱為雅弗的，這是神名字的4個希伯來字母。希伯來語是從右到左書寫和閱讀的，分別是 Yod、He、Vav 和 He。這4個字母組成了神的名字，叫做雅弗。然而，大多數基督徒干犯了神名字的誡律，他們錯誤地遵循了古代拜巴力的希伯來人的錯誤教導，故意將神的名字改稱為 Adonai 阿杜拉。以下讓我簡略地講述一下古代的希伯來人是如何將神的名字從希伯來語的雅弗改為阿杜拉 Adonai， 亦即英語的 Lord， 中文的主。摩西和約書亞將以色列人從埃及帶到迦南地，成立了一個國家，稱為以色列。以色列民便成為至高神雅弗的選民了。不幸的是，以色列人拒絕聽從摩西的話，把迦南人趕出迦南地。相反，他們吸收了迦南人的風俗，並跟隨他們拜巴力。聖經告訴我們，以色列人行雅弗眼中看為惡的事，忘記雅弗他們的神，去侍奉諸巴力和亞舍拉。假先知教導百姓，為了避免觸犯第3誡，妄稱神的名，每逢讀到神的名字的時候，便用 Adonai 這個詞來代替神的名字。Adonai 這個詞亦即英語的 Lord， 中文是主的意思，也是與巴力這個稱號的意思相同。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百姓已經把神的名字忘掉了，所以先知耶利米出來譴責假先知說假預言，正如他們列祖因巴力忘記神的名一樣。簡單來說，巴力是主的意思，是迦南人稱呼他們迦南地眾神的常用稱號。在古時，拜巴力的古希伯來人使用 Adonai 阿杜拉來代替了神雅弗的名字。不幸的是，即使到了現在，在網路上仍然可以找到古希伯來人的錯誤教導。現在讓一位希伯來文老師撒母耳教我們如何用他的母語閱讀第一誡。Anoki Adonai Eloheka Asher Huseitika Me'eres Mizraim Mibet Avadim Lo Adonai Leka Elohim Acherim Al Panaya。等一等，他讀什麼 ？Adonai 阿杜拉 Adonai
Adonai, 撒母耳老師仍然遵從他祖宗的方式，稱呼神的名字為阿杜拉。他將神的名字亞弗改為阿杜拉、阿杜拉亞，稱神的名為主。更悲慘的是，說英語的基督徒也步古代希伯來拜巴力者的後塵，他們也將神的名字亞弗改稱為主 Lord。舉個例子，英皇欽定版 KJV 聖經中第一誡是這樣的：I am the Lord thy God, which have brought thee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out of the house of bondage. Thou shalt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新國際版 NIV 聖經中的第一誡是這樣的：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Egypt, out of the land of slavery.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新英文 NEB 聖經中的第一誡是這樣的：I, the Lord, am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from the land of Egypt, from the land of slavery. You shall have no other gods before me。至於在大多數華人最常用的中文和合本聖經中，第一誡是這樣的：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這聖經中耶和華的這個名字，也並不是神原本的名字，是出於一個抄寫上的誤解。其原因如下：和合本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主要是以馬索拉文本 Masoretic Text 為底本。這底本所用的是當時通用的希伯來文抄本，結合了英皇欽定修訂版聖經，翻譯出舊約中文聖經。在馬索拉文本中，馬索拉文士也是根據希伯來人傳統的假教導，在希伯來文神的名字的下側故意寫上 Adonai 阿杜拉的三個元音字母 AOA， 提醒讀者以 Adonai 阿杜拉的發音來讀神的名字，而不是 Yahweh。到了中世紀的歐洲，有一位拉丁教會的抄寫員誤解了這一慣例，他把 Yod、He、Vav 和 He 神名字的四個希伯來字母翻譯成為 Yam、Ha、Yu、Ha 四個拉丁字母。至於在下側的三個 Adonai 阿杜拉的原音字母 AOA， 他竟然誤以為是神名字的一部分，轉錄時直接全盤接納，混入拉丁語神名字 Yam、Ha、Yu、Ha 之中，因而翻譯出 Jehovah 這個拉丁文神的名字。也就是這樣，中文聖經翻譯人員也用上了拉丁語 Jehovah 這個神的名字，翻譯出耶和華作為和合本舊約聖經神的名字，而不是 Yahweh 了。你有何想法呢？我們該稱神為 Yahweh， 還是稱他為主 Lord， 或者稱呼他為耶和華 Jehovah 呢？不過大家千祈要記住，當神以第一身的身份說出第一誡的時候，他是親口這樣說的：我是 Yahweh 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奴之家領出來。
就是這樣，這就是大多數的基督徒將神的名字從 Yahweh 改為主或耶和華，干犯第一誡中神的名字了。現在讓我們繼續探討另一個更加嚴重的違規行為，那就是神的面孔。現在讓我們再聽撒母耳老師用希伯來語再讀第一誡的後半部一遍吧。Lo, Adonai, Leka, Elohim, Acherim, Al Panaya。Apaniah 是第一誡最後的兩個字 ，Al 是一個介詞，相當於英文的 preposition on、before 或 beside。Paniah 是一個名詞，英文的意思是 face， 中文的意思是臉或面。根據上述的三個介詞及一個名詞，照着字面，第一誡的後半部應該有三個可能的解釋。第一，你在我的臉上或你的臉上不可有別的神，這就是說，不可在神的臉上或你的臉上做別的神。第二，你在我的臉前或你的臉前不可有別的神，這就是說，不可在神的臉前或你的臉前做別的神。第三，你在我的臉旁或你的臉旁不可有別的神，這就是說，不可在神臉的兩旁或你的臉的兩旁做別的神。然而，三本英語聖經的譯者都拒絕了使用這三個照字面上的解釋，並將 my face 我的臉改為 me 我，並選擇 before 作為介詞的唯一選項。所以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別的神，就成為他們第一誡後半部的共通解釋了。現在讓我告訴大家，基督徒是如何把其他的神放在神的臉上。三位一體的教義是基督教的核心信仰。第一世紀的基督徒並沒有三位一體的觀念，這種思想是到了公元2世紀才開始出現的。對基督徒來說，神是獨一的，但以三個具有相同本質但不同位格永遠地存在。聖父是完全的神，聖子是完全的神，聖靈也是完全的神。聖父不是聖子，聖父不是聖靈，聖子也不是聖靈。對許多基督徒來說，這種說法實在是很難以理解的。神怎麼能既是三位又是一體呢？拉丁教父特土良 Tertullian 想出一個好法子，他使用一個拉丁文 Trinitas， 英文譯作為 Trinity， 中文譯為三位一體的哲學術語，去幫助人們去理解這個複雜的神學問題。他相信神透過聖父、聖子及聖靈三個不同拉丁文所謂的 personas， 中文稱為位格的角色，來揭示或實施救贖。聖父、聖子及聖靈雖然是三個不同的位格，但他們卻有相同的 essence 本質。拉丁文的 personas 一詞，中文是翻譯為位格。拉丁文的 personas 一詞，其原意是面具的意思。在特土良的時代，古
羅馬劇院的演員在扮演不同角色時，會戴着不同的面具 personas， 而面具之下是同一個人，卻演繹出不同的角色和性格。這延伸為神同時可以有三個不同的位格，戴着三個不同的面具，扮演聖父、聖子和聖靈三個不同的角色。但幕後永遠是只有一個同一本質、同一位的神。三位一體這個神學術語是特土良第一個使用的，直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亞會議和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會議，三位一體的教義才正式確立。自此，這個神學術語從此被教會沿用至今。由此看來，基督徒給耶和華獨一的神戴上了三個不同的面具，將它改變成為三一神，違反了第一誡的後半部分，即在我的臉上你不可有別的神。當信奉三位一體的信徒在公元2世紀首次提出這項教義時，他們知道在新約聖經中是找不到三位一體一詞的明確證據來支持他們的觀點，因此他們在馬太福音第28章19節中虛假地加入了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這句子，用來支持他們的觀點。我這項指控並不是無中生有的。我舉個例，在使徒行傳裏記載了5次的洗禮，都可以證明我這項指控是可靠的。使徒行傳記載了公元1世紀耶路撒冷教會的使徒們曾5次為信眾洗禮的事件。在這5次洗禮中，使徒們並沒有奉父子聖靈的名，都以彌賽亞的名為人們施洗。此外，前教宗本篤16世也間接承認了奉父子聖靈的名這句子，是後來的羅馬教會添加入馬太福音28章19節中，在洗禮儀式時作三位一體信念之認信。在他1970年出版的《基督教導論》一書中，在談到使徒信經中的洗禮儀式時，他寫道：我們信仰的基本形式是在公元2世紀和3世紀與洗禮儀式一起形成的。至於洗禮時所宣讀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的經文，就其起源而言，該洗禮儀式所用的經文是來自羅馬城的。拉辛格在這裏所講的經文，就是馬太福音第28章19節，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因為這段經文是在彌賽亞逝世1個世紀後，由羅馬城的教堂所添加的，所以這段文字顯然是一個虛假的添加，用來建立他們所創造的信仰和三位一體的教義，而不是彌賽亞親口所說的話。雖然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是個虛假的附加詞，但它竟然不可思議地成為了基督教信仰標記的口號。牧師或神父們常常用口宣讀他們的基督教信仰，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同時也用手在身體上畫一個大十字。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他們先從前額開始劃過臉部，直到心臟或腹部，然後從左肩到右肩。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基督徒也會在臉上畫一個小十字。你睇下，這是基督徒在自己的臉上畫上了三一神的記號，違反了第一誡命的後半部分，即在你的臉上不可有別的神。總的來說，基督徒將神的名字從 Yahweh 改為 Lord 主或耶和華，並且在神的臉上和他們自己的臉上創造出其他的神，違反了十誡的第一誡。親愛的觀眾，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意義，請按讚和分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信息，請查看下面我的視頻。謝謝觀看。